你来看单哦。接下来还有2首歌的时间，然后接下来这2首歌都是河洛语、台语啊。然后今年希望可以完成1张台语的专辑。耶！就是然后所有的歌呢都已经写好了，是我们的好朋友叫柯志豪，一个吉他手，小豪老师写的。然后整个专辑都在讲那个迷人的年代，有牛，有田，有苦命的女人。我也不知道迷人在哪里，我觉得是我自己对台语一种迷人的那个感受，因为我爸爸是卑南族，我妈妈是阿美族。我没有办法讲这两族的语言，可是我小时候父母亲是用台语沟通、河洛语沟通，所以我的母语其实是河洛语，但是没有很好，就是普通应对还可以。可是小豪老师写的非常非常的好，非常，因为他小时候是读那叫什么《世说新语》啊，《世说新语》的河洛语版。看这么好，这个歌叫《入江》，就是说他指说女性啊，就稻子嘛，然后他在好像10点的时候，他准备好的时候，他会开花，哎呦讲不清楚，就是稻子会开花，然后他准备好的时候会从根部抽穗，不是抽穗，那个白色的乳汁会从根部抽到米鞘那里，然后就会结穗变硬结穗，这样就像女人开完花开完灰，不是女人啊的青春就像花朵一样啊。当你嫁到这个家以后，你就变硬啊，坚韧啊，就一直努力的持家，然后没有那么像花朵的美丽也就没关系了。所以，另外一个意思是，女人千万不要嫁错人。